雖然係機械腕錶機芯其中一種最細嘅部件，但係作用就非常重要，能夠保證腕錶計時精確。佢係腕錶嘅心臟，不停跳動。腕錶係咪精確，就取決於佢嘅震動頻率。腕錶喺日常使用過程當中總會碰撞，影響計時精確性。歐米茄為咗杜絕呢一種情況，特別採用咗一種完全不含磁性、堅固同穩定無比嘅物料——矽。普通游絲由多種金屬物料組合而成，未必可能控制到佢嘅幾何形狀。矽就唔同啦。我哋運用電腦輔助程序，只需要一個步驟，就可以直接將矽盤製成形態完美嘅游絲。游絲非常纖細，比一條頭髮有3倍，仲可以抵禦撞擊，絲毫不受磁力影響，形狀永恆不變。正因為我哋嘅游絲性能非凡，歐米茄樂於為每隻裝配矽游絲嘅同族腕錶提供4年保養。歐米茄細節盡顯品質。